過去，星星由天空墜落，由星星碎片中誕生嘅陀螺，隨住歲月流逝，逐漸改變形態，慢慢變成而家嘅爆旋陀螺。其中一個係蒼色流星銀河天馬，而另外一個就係寄宿喺黑暗力量之源嘅隕石魔龍。呢啲星星碎片嘅神秘力量，係會根據佢嘅擁有者而變成正義或者邪惡。呢一刻，喺遠無邊際嘅宇宙一角，有新嘅星星碎片正逐漸接近地球呢一個目的地。呢一個係爆旋陀螺新時代嘅開端，定抑或係黑暗時代來臨嘅預兆？爆發勇氣的心，來對戰我更興奮。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 Beyblade， 如烈火 Blader， 旋轉勁碰全要命中，如勝利8萬人認同，強勢撞碰雷雨電舞來證實這身每分鐘。3, 2, 1 Go shoot fight， 如絕世超越無限期，無敵追擊這場所，分享這結果。如爆發勇氣的心，來對戰我更興奮，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 Beyblade。爆發勇氣的心，來對戰我更興奮，無間斷看我身邊這 Metal Fight， 如作戰偶有偏差，還要看我這必殺，來戰勝看對方失格 Metal Fight Beyblade。傳說中嘅陀螺手，